觉得这个是忠义国小比较特别的一个小朋友专属的一个权益，所以我一直鼓励他，希望他可以让他在国小这时候留下一个非常好的记忆。因为这是一个蛮特别的活动，那也不是每一个小朋友都有办法参加他们的训练来讲的话是蛮辛苦的。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是蛮有意义的。台南市的孔庙的祭典已经是为台南市市定的重要民俗的一个活动，因为它保存了最完整的一个记忆的部分。以至圣先师的一个尊重的这样子的一个礼仪传承下来，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把这个传承留给后代的人去了解，说我们对于至圣先师的一个尊崇能够在这个仪式的场合里面，多的知道说过去以前的这种师徒关系的行礼如仪，然后再来就是尊重伦理，那进而就是说在学校里面对于老师的态度啊，还有同侪之间的态度，能够更有深一层的了解。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怡婷。今年为孔子诞辰2570周年，台南孔庙每年都会举办春秋2季祭孔典礼，是全台少数仍以生牛、生猪、生羊3牲献祭的孔庙。希望透过鼓励，将尊师重道、饮水思源的精神继续传承。祭孔大典每年都会在我后方的大成殿举行，吸引许多民众观礼。除了忠义国小学生所演出的6艺舞外，其中最大的亮点就是拔智慧毛。透过拔牛毛，祈求增长智慧，求学之路顺利。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许副市长怎么说吧。尊师重道上面可以从祭孔本身的严谨的礼仪的形式，我觉得对于我们的小朋友来看，我们如果能够来这边了解一下，我们过去呢对于老师这样的一个传道授业解惑，整个对于我们小孩子的这样的人格开展正向的影响，所以这个部分呢，透过祭孔的典礼的仪式，我们可以看到古代对于教师这个职业本身这样的一个尊崇，古代对于教师的尊重，我想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祭孔的仪式来呼吁我们全国的人民们去对于老师呢去尊师重道，我们能够让老师能够真的用心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教师的工作上面，让我们的小孩子的人格自由开展，能够呢真正的在整个友善的校园里面去进行。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另外是阮家欢迎收看9月30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今年国庆宴会选定台南安平来举办，市府甲议会拢配合筹备委员会全力以赴，以办喜事的心情来做好这场国家级的盛事。而到底今年宴会甲表演有甚物精彩？做伙来看记者会宣传。气势十足的是个客家团，嘛是今年国庆宴会伫台南启动仪式的表演团体，想要提前让大家感受震撼力。市府为了邀请全国民众伫国庆拢来台南，想要甲筹备委员会共同召开记者会，嘛提前让大家欣赏今年有翠安、有飞弹等特殊造型的宴会片段。到时等待33分钟，将近17000发的宴会经数人期待。会中身兼国庆筹备会主委的立法院长尤锡坤，上午嘛专程来视察场地，相当满意。提醒交通秩序的维护将是一大关键。院长强调，国庆宴会伫台南安平，就是上正确的选择。台南市1府2路3万架，台湾市，就是讲台南是台湾的第一府啦，吼，古都台湾规个发展是伫台南开始的，台南嘛是观光跟美食的大县。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这一次选择台南的安平，那大家知道台湾这个名称，就是伫
安平的古称叫做台湾而来的，所以安平它是台湾文化的源头，是台湾历史的起点。安平也是台湾跟国际贸易体系接轨的第一站。我觉得它对台湾的意义非常重大。国庆焰火，民主台湾自信前行，我们要凸显我们的民主核心价值。那这个民主核心价值能够跟安平接轨我觉得意义非常重大。今年国庆宴会以民主台湾自行进行为主轴，除了宴会盛况空前，更要借此向国际社会发声。对此，台南市政府甲议会嘛坦承，有压力一定会全力以赴，邀请全国民众拢来台南看宴会吃美食。今年总共有4个观赏点，除了主舞台是恋爱广场之外，四昆生、台湾船园区、关系平台都是。当然，除了这些地方之外，很多地方的视野都可以，因为我们国庆烟火释放的时候，就有许多网友们传这个在他们家屋顶上啦，或在其他地方所拍摄的这个释放的这个影片，其实都很好看。那在33分钟16800发，平均每分钟550发，那有多好看？那真的是盛况空前，精彩可期。这边代表台南市议会及副议长所有的议员，欢迎全国所有的民众10月10号，千万一定要到台南市吃小吃，铁叉子刚来哦，要提早一天来，房间还剩下1层，现在已经订满9层了。来台南市吃小吃、观光旅游兼观看双10国庆烟火，在此欢迎大家。市府特别提醒，到时国庆宴会周边将围小徒步区进行交通管制，所以民众出门进前一定要先查好相关资讯，而且每当保持社交距离时，会记得挂嘴安。台南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另外，西侧大奖庙为了配合国庆宴会伫台南举行，伫安南区公所协助，规划以定海元帅为拿督，制作一座台港之神的大型花灯，上午正式启动，也欢迎全国民众来台南看宴会时，买当来西侧看花灯。今年的国庆宴会将伫安平来举行，安南区西侧大奖庙配合双十国庆，除了伫北边规划国庆宴会停车场。另外，区公所嘛甲庙方规划一座长4.5公尺、宽3公尺、圆4.6公尺的大型花灯，以西侧大奖庙的定海元帅为拿督，结合科技、生态甲文化优势，再现定海元帅守护台港的精神。安南区一个发展愿景叫什么？生态科技文化台江城。那么我们的这个右手的这个战斧就是象征我们的工业区啦，坚韧不拔的一个精神，非常具有战斗力。那右肩的这个黑面琵鹭象征的是生态，生态的保护。对待安南区来讲，这是我们的后花园哦。生态保护好的话，我们就能够提供很多的优质的。它的铠甲，这个铠甲它是有纹路的哦，它是以集体电路的纹路来象征的科技啊象征的科技。那么下面呢，我们这个战船。象征了勇往直前，我们安南区人、台港人勇往直前的拼搏的精神。上午的启动仪式包括市长黄伟哲，还有议员郭清华、黄丽娇，以及四侧大奖庙的主委吴仁基。花灯点灯以后，将伫逐天的暗时6点到10点来点光，而且伫中秋甲国庆的连假，市府经发局嘛将伫大奖庙的广场规划百大伴手礼甲观光工厂的单位。欢迎全国的民众来台南看烟火时，嘛用到四侧来游历史隧道看花灯。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为争取前瞻建设经费，推动全民运动馆，李伟丹天会特别邀集教部官员南下会勘3个场地，其中包括文成甲玉德路附近的学校用地，因为少子化影响，李伟建议结合文园各小运动场来兴建小型的全民运动馆。李伟丹天会表示，因为教育部的精简基础建设。
推动全民运动馆的兴建计划，总经费30亿。目前全国各县市拢在争取，为了替台南各区来争取全民运动馆，立委嘛安排中央甲地方来协商，希望找出适当的地点规划，将场馆的效益来最大化。在我们北区，我们有学校用地，那这个学校用地基本上已经不可能开发为所谓国中跟国小的用地了，因为我们现在几乎北区所有的学校都是。少子化之后，都已经很多的空间，所以我们周边的这些学校用地也有开发成棒球场。那还有一个区块是尚未开发的，所以我们认为说，其实只要市政府同意，我们也跟教育部体育署也有沟通过，他基本上说，虽然他们的一个初步是认为说是需要是公园用地或是体育用地，可是如果在学校用地确实是已经没有需要，那市政府也认为说没有开发的一个状态，那基本上是可以来接受这样的一个部分。会中体育处长林义顺嘛表示，因为文成3路甲玉德2路，这块地是文中甲文西的用地，伫个规划上阁需要评估。对此，议员陈义珍嘛表示，近期内将邀集市府的督法、教育甲地政等单位来协调。先看它有没有标注可以多目标使用，而且这多目标使用它要有备注可以当体育用地。北区这个地方其实这是文中文小的用地那其实。因为少子化的关系，所以现在其实在新增学校的可能性其实非常低那这个是包括有国小也有国中用地，所以我们是觉得说，如果保留一块就好了，那把文中或文小拿来作为这个国民运动馆，其实是非常适合。那我想，而且在这个地方附近人口很稠密的情况之下，其实是很方便我们的市民朋友就近来这边做运动。但是我想这个用地的问题还牵涉到市政府的相关的局处，那我想我会尽快来邀集包括都发啦、教育局啦、地震等相关的单位一起来讨论希望说能够把这个用地的问题解决，然后尽速让这个地方有可能在未来争取到中央这个经费，作为我们一个国民运动馆在北区。除了北区，另外立委嘛看了安南区甲永康的适合地点，因为全民运动馆的兴建计划有急迫性，上万今年11月底进前，就必须要送体育署提出实际的规划甲评估。原则上会以土地取得无问题为优先。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湾创社会因为感受今年就小学生人数无减少，有增加，所以持续整合妇女会等各界资源，要互因麦当感受到社会关心。上午伫中秋进前，持续送出实际红包等爱心物资，场面相当温馨。台湾创社会以台南市南区妇女会305爱心会理事长的身份，加文南区妇女会等姊妹希望伫中秋团圆的日子，互南区、安平区的弱势学生麦当感受过节的气氛，甲社会关心。所以特别买下一爱心企业，准备一人200块的红包、鸡卵糕、甲钙片等食品，上午正式捐予13间学校，场面相当温馨。我想我们南区妇女会365爱心会已经迈入第11年，每一年的中秋前夕都会发送一些红包跟礼盒给小朋友。那我们也是针对南区安平区的小学生有一些贫困的小孩子，在中秋佳节能够感受到社会的一些温暖。那每一年都会有一些单位来赞助，譬如说今年有我们明星礼盒，那还有我们南区的文南社区妇女会，还有我们的厂商也赞助我们一些钙片，让小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除了能够吃出快乐，也能够吃出健康。中秋团圆，温馨送暖。经过统计，去年需要帮助弱势有569位，今年增加到600位，可见国内经济状况并无好转。南区妇女会表示，未来将持续整合社会资源来帮助有需要的学生。台南新闻管及郭博义采访报道。先新闻一个，马上回来新闻现场。红红火，树头飞。以艺术构筑文字，雕刻生活美学，剪出生命精彩。台南爱读册将邀您一起以美的角度阅读生活，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
第50届全国技能比赛，其中代表劳动部分嘉南分署的选手摕下15面金牌，13面银牌等奖项，成绩全国第一。其中参与油菜总行的女选手李嘉玲，每一天打拼练习11点钟，摕下金牌，嘛成为全场焦点。第50届全国技能比赛颁奖典礼由总统蔡英文亲自颁奖祝贺，其中分嘉南分署派出41个这类206名选手参加，结果摕下15个这类的全国金牌，相当难能可贵。其中就他男台科技大学李嘉玲，身高才152公分，去参加油菜总行需要搬重的项目。不过，伊唔惊艰苦，一天苦练11点钟，总算摕下金牌。因为我蛮喜欢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面，所以那时候老师当初要我考虑当学生的时候，我就想要尝试看看，还蛮辛苦的，就每天也需要站着，然后练习大概一天10几个小时，但是这些都可以克服。嘉玲这一次在油漆装潢这个之类表现得非常突出特别是她临危不乱，做工非常的细腻，所以这次得到金牌。那我想，不管是男生或者是女生，只要你肯努力，持续不断的精进练习，都会有好的成果。开始行出状元，过去一般较偏重男性的工作，女性有兴趣肯打拼，赶快当成为杰出人才。今日新闻综合采访报道。政府的稳定全台文旦油的市场介绍启动大个的收购再利用，不过因为收购作业已经结束的1个月，却未收到中央的补助款，所以市长为了体贴农民，只是爱先对市库来半预算，让农民过一个快乐的中秋。接下来听市长的说明。但我的问题是，其实我先说台南市的文旦。不管是大果或者是一般的次级品，或者是一般的一级品我们的文旦都已经销售一空。那只是问题是我们采购了这个麻豆文旦的大果来去加工，可是那个钱可能原先是在中秋以后才能发放。我们台南市政府特别是动用了市库，用我们台南市的钱先垫支，让其他农民能够在中秋节前就能够领到这个当初补助的钱，所以说让农民安心过一个好快乐的中秋，所以基本上大概是700多万吧，由台南市先支出，中央再补助，到这个让政府之间的作业程序不要影响到了农民的权益，所以我们还是尽量让农民先领到。那但是基本上那个销售都是没问题的，所以说请消费者、请农民都很放心。徛伫城市外交甲防疫角度，议员刘维英甲金城国际青商会共同捐赠2000户的护目镜，予台南市政府，希望转送到台南姊妹市的第一线医护人员，提升因的防疫物资。伫议员刘维英的号召，结合台南市金城国际青商会2020年的会长李义璇、秘书长甲前后任的会长，共同捐赠2000户的护目镜，予台南市政府。希望帮助台南的国际姊妹市提升医护人员的防疫物资。面对特别是这一次的中秋节，我们看到我们台湾每个人都很开心的烤肉，但是现在世界各国还是受到疫情的一个影响，死亡人数高达100万人。那更传出有第二波疫情再起之语了，所以我们这个在跟义璇会长讨论之下，那我们就决定我们要捐赠2000副护目镜。希望可以援持我们台南的一些姐妹市，让我们姐妹市的朋友，可以在这个时候也可以接受到医疗物资的一些支援，让他们可以安然的度过难关以外，也希望能预防未来的第二波再起的疑虑。上午的捐赠仪式由市长黄伟泰代表接收，市长表示，虽然目前台湾的疫情有较稳定，不过国际上却有第二波。这间的捐赠除了替各国的辛苦医护人员增添防疫的设备，嘛再次让国际知影台湾嘛会用的帮助各国。台湾 can help， 台南 can help。台南在台湾防疫工作做得很好，那么这个台湾在世界的评比防疫工作也是做得最好的。那所以说，我们希望这个行有余力，
可以帮助我们的朋友。我刚刚提到了，朋友是危难的时候用的，朋友是危险的时候用的。我们希望说，在我们的朋友碰到危难、碰到危险的时候，我们能够伸出援手，在我们行有余力的时候。因此，我们把民间募集的议员、吕议员募集的、基层经商募集的这个护目镜，我们会交给我们的姐妹市来做最好的使用。市府表示，2000户的护目镜将会妥善的规划甲运用，转赠予需要协助的城市。一方面加强台南甲姊妹市的情谊，另外嘛强化互相的连结。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民众人感觉顶下去前后落差相大，食物件切袂长，遐受厚道补牙等等，拢可能甲颚骨发育无好有关系。而这款的镜头通常需要手术来调整。对此，台南病院现在用电脑开发新的手术系统，希望达到精准定位。正颚手术是切开上颚骨甲下颚骨的手术方式，然后搁再重新组合。并且定位伫个正确的位置，才个固定。卫福部台南病院齿科的特约医师王东尧，本身是成大医学院的教授，甲机械系合并教授，专长是口腔颚面的外科甲正颚手术。伊透过电脑的演算方式，无需要标定点，就能产生骨骼的参考面，并且进行脸骨的对称分析，并开发出虚拟甲混合实境的手术计划系统。达到更加正确的骨骼定位。关于这个混合实境混合实境现在是大家这个很流行的名词，我们就把实体跟虚拟的东西混合在一起。那我们以前都是采用这样的方式去处理一些比较复杂的病人。那实体的部分就是我们的石膏牙齿模型我们牙医师习惯用这个牙齿模型来诊断这个咬合来。计划这个手术的后的咬合情况是怎么样？那所以我们想要保留这个牙齿的模型这个是实体的部分。那虚拟的部分就是我们的骨头，我们的上颚骨、跟下颚骨那骨头我们看不到，所以我们使用的是在电脑上面的那个电脑断层做出来这个骨头的模型。那其实骨头的模型跟那个牙齿是联动的嘛，对不对？那个牙齿是长在骨头上面。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虚实混合之下的时候，我们移动我们的牙齿模型，我们同时就可以移动到我们的电脑荧幕上面的骨头，它们是联动的，所以我们可以一边观察这个骨头的对称性跟它骨头的前后位置是否恰当。一边我们在调整这个病人的咬合。王东尧医师对去年8月到卫福部台南病院来受聘。到目前完成40个正颚手术，不管是后道、补牙、小下巴，或者是脸部歪斜，经过合并的矫正加正颚的手术，患者拢会得到真大的改善。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以上就是9月30日中加台南电视新闻，祝大家中秋快乐，咱再会。